喺廣東河源嘅紫金院藏住一座會呼吸嘅清朝堡壘，20米高嘅石牆背後究竟藏住幾多鮮為人知嘅秘密？今日就帶大家睇下呢座客家建築嘅生存智慧。桂山石樓同好多客家傳統嘅建築藝術一樣，門前有一個大嘅魚塘，四周係圍牆，通天嘅石柱，當年舉人衣錦還鄉嘅盛況依然記錄喺度。石樓嘅四周有唔同形狀嘅孔眼，呢啲無論係有個弧形、圓形、塔形，抑或係葫蘆形嘅孔眼，並唔係一啲普通裝飾，而係建造者為咗防禦匪患而設計嘅炮眼，可以360度無視惡作嘅攻擊，全方位咁守護家族嘅安全。呢啲雙螺旋槳狀嘅樓梯，主人行雕花主梯步，人係行隱蔽扶梯，連腳步聲都可以俾啲杉木板消音，可謂係古代版嘅靜音模式。呢座巍巍嘅石樓雖然飽經200幾年嘅歷史滄桑，附屬建築特別風雨嘅侵襲已經略顯係破舊啦，但係依然係保存完好嘅。